今年嘅節日限定，我幫大家揀咗一批真性價比高，而且我自己都試過，覺得值得入手嘅彩妝。如果你仲諗緊送咩禮物，又或者想為 party 化個靚妝，呢條片可以俾你一個方向，即刻開箱俾你睇下邊啲真係好用，邊啲最抵買。我哋開始啦！首先第一盒就係 Bobbi Brown 成愛麗絲夢遊仙境限量系列嘅眼影。呢盒眼影打開嗰下，成個愛麗絲夢遊仙境嘅氛圍即刻湧出嚟，加埋閃閃嘅碎片同埋水動效果，成個感覺係精緻童趣，做得非常有質感。眼影上面仲印有啲主題圖案，靚到有少少唔捨得用。為咗一定要試色俾大家睇，我都照落手啦。佢係8個色眼影盤，有啞光同埋珠光，實用度好高。喺化髮方面，我第一步就用咗呢個淺色打咗底先，跟住就用呢個啡紅色放喺眼頭度，可以用棉花棒輕輕推開條線，個效果會自然好多嘅。眼尾雙眼皮位置就掃咗呢個色，記得個位置唔好落得太高，因為太多反而會顯眼腫。下眼尾我就用呢個色向外掃，唔好貼住個眼線位，雙眼網絡會拉長啲嘅。之後我喺眼皮嘅中間加咗呢隻閃色，再用啡色嚟到去畫呢個眼線，輕輕加喺眼尾。眼頭就用呢個淺色去做翻提亮，再畫翻眼線，再用呢個少少嘅紅色印喺眼線上面，搽埋睫毛液，眼妝就完成啦。呢盒係玫瑰裸色調，非常百搭，日妝、聖誕 party 妝都容易用同埋好睇嘅。同系列仲有卸妝油同埋營養底霜，特別想講下呢一個嘅底霜。如果你嘅妝成日唔貼，用佢喺妝前打底嘅話，底妝嘅貼服度會提升好多㗎。我嘅化妝箱裏邊都一定會帶埋佢。成個系列真係好靚，又帶少少調皮，同時又好實用。如果你仲要係愛麗絲嘅粉絲，呢一個嘅限量系列真係唔好錯過啦。跟住到 Benefit 嘅王牌組合套裝，佢哋嘅 shading 同埋胭脂我一直都用緊。shading 顏色自然，粉質好，唔飛粉，仲好持久㗎。胭脂方面，除咗經典嘅蒲公英色，呢一個斷光嘅妝效係淡妝嘅首選，做出嚟會帶有自然嘅氣息，再帶少少嘅光澤，係好適合日常又或者清新嘅妝感。套裝裏邊仲有迷你胭脂液，佢嘅質地係水感，而且極度持久，唔易脫色，可以面唇兩用。我會攞佢嚟做唇部嘅打底，食完飯我個唇仲有底色喺度㗎，或者你再加潤唇膏，令到素顏咧都有血色嘅。一套6件入邊，仲有迷你濃密睫毛液、眉 gel 同埋控油 base， 全部都係 Benefit 嘅王牌實用品。呢一套真係抵用。如果你本身想試佢哋嘅明星產品，又或者想一次過入手幾件實用嘅嘢，呢個嘅套裝可以考慮。另一套就係 Estee Lauder 嘅節日限定護唇油3件套，3支都係百搭色調，而且係晶透感嘅唇油，實用度係非常高嘅。3個顏色分別係淡嬰兒粉、莓果玫瑰色同埋一支裸粉嘅光澤色。裸粉呢一支帶有少少嘅閃粉，相比起淡嬰兒粉會令到唇色更加明顯精神一啲，而裸粉就會輕微遮蓋原本嘅唇色，減淡唇色有油焦嘅效果。質地方面，佢係滋潤但係完全唔立嘅嗰款，可以單獨用又或者疊加喺唇膏上面，增加立體感同埋光澤感。中性嘅色調，晶透唔挑人，基本上任何膚色同風格都用到。呢一套我覺得係自用好用，送禮就更加穩陣，係真心送出去唔會出事嘅嗰款。跟住到 Tarte 嘅節日限定套裝，呢一套係分成2個嘅小組，每組都有6色眼影盤、睫毛液、唇膏，一組係偏冷調，一組係偏暖調。我就示範左右眼，一邊冷一邊暖，俾大家更易比較。呢一組偏冷調嘅綠色眼影有啞光同埋令身嘅質地。我先用最淺色嘅打底，眼尾加翻深少少嘅色，再向上掃，令到成個眼型有提升嘅。中間就放呢個比較光嘅顏色，眼尾就加一個深少少嘅色，向外掃，層次會更加分明。下眼角我就用呢個色向外掃，下眼線就掃翻一個比較亮嘅色，做翻提亮。眼線微微滑向上，再用眼影壓喺眼線上面。呢一支睫毛液嘅增長效果係好明顯嘅，睫毛會即刻變長，
而唇膏係偏淡淡嘅玫瑰色調，上嘴係水亮飽滿嘅唇妝感。呢個嘅組合因為係藍調，整體望落視覺上會白淨咗少少，比較乾淨。另一組係偏暖調，眼影都係綠角色，同樣都有令身同眼面嘅質地。呢一組嘅底色會深少少，但係因為帶少少嘅細閃，所以做底色唔會過深。令身嘅色放喺中間，深色我就攞嚟加深眼頭，之後再用棉花棒推走比較實嘅線，下眼線用呢個色去畫。先用眼影做眼線打底，再畫眼線會更加自然。呢一支睫毛液就係濃密嘅效果，真場都見到，但係濃密係特別明顯。我哋睇下下睫毛就知，一邊係厚好多㗎，望上去會更加有存在感。唇色係偏裸色，都係水潤豐盈嘅效果。呢類嘅妝就非常啱日常用啦。兩組嘅色都係非常易用，日常晚妝都化到，亦都唔挑人。我自己真係幾中意 Tarte 嘅呢個系列，性價比高而且質量穩定。呢套組合425蚊就有兩組嘅化妝品，完全係抵用嗰款，同埋成套嘅包裝都係節日限定，盒後邊仲可以寫心意字句，送俾人真係得體又實用。如果你都想揾啲抵用、顏色實際又包晒眼唇嘅小套裝，呢一套我係真心推薦嘅。跟住想講下 Chantecaille 精耀轉光節日限量系列，我先試咗佢哋嘅胭脂同埋光影。胭脂係微閃嘅玫瑰淡粉色，我自己本身好少用帶閃嘅胭脂，因為最驚毛孔同埋瑕疵會更加明顯。不過呢一款嘅粉質真係非常細緻，上面嘅時候係均勻貼服，透亮得嚟又唔顯毛孔，成個妝感係乾淨通透，所以我對呢個胭脂係非常滿意。光影粉就係油甘香檳調，係屬於自然嘅閃耀光澤，因為粉質極致細密，令到妝容多咗份精緻度，光澤係內斂而高級，完全係我中意嘅類型。今次嘅限量系列眼影亦都好出色，一共有3個色：淡粉香檳、閃耀玫瑰同埋松露中加。質地係奶油乳液狀，好容易推開，唔係速乾液，疊加都唔會起摺或者顯眼腫。細閃亦都係相當細膩，用深色做疊加唔會死黑，推開仲會有自然嘅漸變效果，對新手係特別友好。尤其係啱眼角容易暗沉嘅人。另外仲有一支花妍柔斷唇膏，樽身印有大象嘅圖案，象徵品牌係支持 Elephant Family 嘅保育工作。色調係紅莓色，非常濃郁飽和，質地係偏絲滑滋潤。薄搽就係淡淡嘅玫瑰莓果色，我自己就中意搽喺唇中間，再向外推做漸變嘅效果。呢一類嘅顏色其實經常用到，尤其係做疊加又或者增加唇部嘅立體感，令到雙唇會更加柔美，更加豐盈。另外想同大家分享嘅係 Bobbi Brown 粉漾幻彩限量系列，包裝就好似禮物咁，一睇咧就有節日嘅氣氛。我覺得佢哋最好用嘅眼影係柔絲原彩眼影，即係單色呢一個。今次嘅限量就係雙色嘅原彩眼影，眼影係夢幻嘅閃耀粉色組合，質地係霧面帶一啲細緻嘅珠光，唔會飛粉，用起上嚟係超順手嘅。我先用呢個灰粉調打咗底先，中間2/3就掃呢一個光啲嘅粉色，眼底同樣都係用呢個色，眼尾就掃翻灰調粉加深層次。今次仲有原彩眼線筆，上一次我已經推介過佢，今次係迷你版，顏色都係實用嘅，包括暖光粉同灰霧紙。我會將呢個灰紫色放喺雙眼皮位置，用掃快速推開，暖光粉就掃喺眼頭。呢盒嘅眼影同埋眼線筆可以單獨去用，又或者好似我今次示範咁疊加去用，輕鬆打造立體深邃嘅眼神，質地順滑，顯色度高，用落會好順手㗎。最後想介紹 Sephora Collection 嘅胭脂液，一套有3支。今次嘅化妝袋細細個，但係個配色好靚，3個胭脂色都係貼近皮膚自然氣色嘅血色調，質地係水粉液狀，霧面妝感，但係唔乾，整體嘅效果係好通透。我特別中意佢完全冇粉感嘅妝感，可以大範圍去用，好自然。因為係液
體嘅質地，我哋要快速推開，避免乾得太快而局部形成食色，又或者邊界明顯嘅印痕。呢一支胭脂液可以面同嘴兩用，掃頭係軟身嘅海綿頭，可以直接印上面。但係我覺得用粉撲上會最均勻，效果更加自然。呢一套嘅售價係217蚊，平均一支唔使70蚊，無論自用或者送禮都好抵用。今次介紹嘅幾套節日限定彩妝，我都試咗唔同嘅花法，無論自己用或者送禮都可以輕鬆打造精緻嘅妝容，而且性價比高。希望大家都揀到心水，開開心心迎接節日啦！中意影片嘅內容可以俾個 like 我，留言訂閱我嘅 channel， 亦都可以 follow 埋我嘅 IG， 有其他嘅教學短片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！